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armen 啊，耶！我第一次接觸芭比嘅時候，其實係好細個嘅時候咧，我就去嗰啲即係嗰啲反斗城嗰啲咧，就見到啲芭比好靚。咁點解我覺得佢靚咧？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靚衫啦，而佢個樣係非常之高貴啦，亦都可以即係唔同嘅換裝啦。咁我就好想成為一個咁靚嘅人。你會點樣形容芭比喺你心目中嘅地位咧？心目中嘅世界咧，係夢幻啦、童年啦，定係一種理想人生？其實我覺得芭比咧係代表完美，係啦。咁我本身咧就即係可能係有少少處女座嘅特質啦，就係咧比較完美主義者啊。咁我對於我嚟講，我覺得芭比係唔會揾到一個缺陷㗎，所以我係中意芭比嘅完美性。我收藏芭比嘅時候咧，我覺得最吸引我嘅就係佢所有唔同嘅好高貴、好華麗嘅衫啦，佢嘅顏色啦，佢嘅顏色令到我好有一個少女嘅感覺，係。而我自己冇。我有2隻芭比咧，我係好唔捨得拆㗎。咁呢兩隻芭比咧，其實佢哋係喺我心目中芭比係完美啦，但係其實佢哋係一啲都唔完美，因為咧佢一個咧係有糖尿病啦，一個咧係視障嘅。咁對於我嚟講，即係我人越大啦，我越大個嘅時候，我開始明白其實缺陷咧都係有缺陷美嘅。咁所以咧，我特別最中意呢2隻咧，就係因為代表如果你唔完美咧，但係你都係一個非常之完美嘅人。好啦，咁呢一隻芭比咧，其實都係一個特別版嚟嘅。咁佢係一個唔同膚色種嘅芭比嚟嘅。咁佢咧呢個係係 Holiday Barbie 啦，亦都係你見到佢嘅膚色係比較深少少啦。其實咧，我點解會咁中意呢一隻咧？因為我覺得咧，其實不論你係咩膚色嘅人種啦，我自己都覺得係你都係有自己獨特嘅美態喺入邊咯。所以我好想同大家講，唔係一白遮三醜，其實咧唔同嘅膚色都有唔同嘅靚㗎。其實我覺得芭比同日本嘅所謂嘅可愛係咧，其實我覺得係完全兩樣嘢嚟嘅，因為我一啲都唔覺得芭比可愛嘅，但係我有一種我覺得佢係有一種少女心喺入邊咯。而點解我咁中意咧？因為其實我外表好似好剛強啦，但係其實我內裏都係一個少女嚟嘅，雖然唔係好覺。係啦，如果芭比要變成一個角色啊，應該就係一個美少女戰士嚟嘅。咁雖然我自己覺得其實芭比可能冇美少女戰士咁打得啦，咁抽得啦，咁但係咧，其實我自己覺得其實佢都可以出一 set 咧係一個比較剛強啲嘅芭比，因為我覺得如果係一個少女心嘅人啦，佢唔一定係冇剛強嘅一面咯，就好似我咁。我覺得芭比咧同我嘅職業好似嘅，就係一個演員嚟嘅，因為其實佢好多唔同嘅性格咧，佢都會有一個芭比咧去代表住啦。咁而我自己都覺得芭比其實係一個好百變形象啦。如果佢真係要再演一個未演過嘅角色咧，我覺得打功夫係啱佢嘅，即係攞住支棍去，好似一啲葉問啊咁樣去打功夫咧。其實我又未見過嘅，咁我亦都好有興趣。可能都有㗎，係嘛？可能都有啊。其實我細個咧，我就好想咧買齊晒一套啦，佢嘅唔同嘅顏色啦、髮色啦等等嘅嘢，因為自己好想成為嗰個芭比。但係越大個嘅時候咧，我揀嗰啲芭比咧，我基本上係全部都有缺陷㗎。因為咧，我唔知點解開始大個嘅時候，我就覺得冇人係完美㗎，即係冇人係十全十美啦。所以我揀一啲芭比咧，其實我都好想即係同翻自己講啦，你唔係一個完美嘅人，你唔需要去成日追求一個完美咯，缺陷都有缺陷嘅靚咯。其實我睇完芭比嗰套電影之後咧，同我細個中意芭比嗰種感覺係好唔同嘅。因為咧，我細個嘅時候我都係俾佢嘅美啦、佢嘅靚啦、佢嘅衫啦吸引住啦。咁但係當睇完個電影之後咧，你會發覺其實咧，佢係幾 girl power，即係嗰啲女性當自強嗰啲感覺嗰個意思啦，同埋我覺得女性亦都唔會係
真係要依靠另一半或者係靠異性去幫助你，你自己都可以有獨當一面嘅一面。如果俾我用芭比去代入一個動漫角色，即係我譬如係名偵探柯南啦，咁佢就會變成一個充滿疑心嘅一個女人啦。我覺得如果呢個芭比咧出到之後咧，啲男人應該都會更加驚女人，因為咧個個女人都係偵探嚟嘅。我覺得人中意收藏咧，係因為你好想成為嗰樣嘢。因為當我收藏第一個芭比嘅時候，我自己都係有個代入感，就係我好想成為呢個收藏品。咁所以我覺得亦都係唔淨止係想代入啦，我覺得亦都係一個鼓勵性嚟嘅。如果咧我有機會入到動漫世界嘅話咧，我一定係會揀宮崎駿嘅，因為我係非常之中意睇宮崎駿嘅動漫啦。點解咧？因為我自己覺得佢每一個故事咧都有佢唔同嘅 message 喺入邊啊，即係例如一啲環境嘅問題啦、家庭嘅問題啦、愛情嘅問題啦。咁所以我覺得係非常之有意思，好似每次睇完一個動漫我都學識咗一啲嘢咯。咁如果我真係要代入宮崎駿嘅角色入邊咧，我自己就好想做一個咧聾啞或者係一啲有缺陷嘅一啲角色，去帶一個 message 俾大家。因為我自己本身做演員啦，我覺得做聾啞人士咧，其實都幾難做嘅，係一個好大嘅挑戰。咁喺呢個動漫入邊咧，其實佢又比較少啲咧喺呢一方面嘅嘢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動漫既然要帶一個好好嘅 message 俾大家去關注一啲有缺陷或者一啲聾啞人士嘅時候，我覺得動漫係一個非常好嘅推動力嚟嘅。如果咧要將芭比咧去帶入一個漫畫嘅世界咧，我就梗係要支持香港漫畫啦。咁啊，將芭比咧做一個古惑仔嘅故事，我相信係非常之吸睛。如果 Hardpass 幫我喺漫畫入邊咧做一個角色咧，我好希望咧嗰個角色可以係我之前拍嘅一個短劇啦，咁就叫長公主啦。其實咧都類似係一個女俠嘅形象嚟嘅，咁我覺得都幾適合自己啦。同埋因為我覺得呢套短劇咧，其實佢嗰個角色嘅變化咧，亦都係非常之有趣，所以我覺得佢應該要將佢變成一個漫畫。